另外来关心的是，这屏东满洲乡的海墘啊，昨是发生一桩意外，有一个57岁的查甫人，伊带伊的厝内人去到嘉乐水来佚佗，结果无说离互海涌甲架起船安尼失踪去。这救援行动今仔日透早是继续咧进行，也那海巡署是提醒民众，即几天啊，这受到热带性低气压的影响，南台湾这海域风影是无啥稳定，所以民众要特别注意耍水的安全。救援人员驶着手灵船伫海面来回敲吹，海巡人员嘛伫海岸一边行一边注意海上状况。这是屏东满洲乡嘉乐水，昨下晡一名57岁姓张的查甫人到港口溪耍水，伊想要搁较挖进海口捡着头，煞无注意互海涌架起。张太太伫岸边一直等无红晒，随敲电话报案。消防局紧急出动6台车、2只船、1台无人机，总共11个人去现场救援，毋过拢找无人。救援行动23透早8点继续，消防人员嘛骑水用乌托邦斗找，到中昼也是找无着人。根据了解，这名姓张的查甫人是新竹一间工程公司的负责人，要带厝内的人到垦丁佚佗，结果发生意外。一名男性民众于屏东县满洲乡嘉乐水港口溪出海口处，因戏水未安浪况遭浪卷走，天后潮汐及浪况不佳时，请远离岸际，以为自身安全。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指出，港口溪出海口的风影，这2天悬度拢有超过1公尺，因有插红旗管制，禁止民众落去海里耍水。海巡署嘛提醒，这阵啊南部海域受到风台外围气流的影响，风影较无稳定，天气变化足紧的，若要到海边啊活动，要注意安全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